個人有冇教養同佢嘅出身背景、學歷、年齡、工作階級以及社會地位無關。面係人哋俾嘅，假就自己丟。有啲人又吝嗇，專貪便宜，面皮9尺厚，話佢唔知唔好意思。以前其中有一份工，遇到一個咁樣嘅人，佢職位屬中高級領導層，月薪約7萬幾，仲未計其他福利同埋房屋津貼，已婚無兒女，衣食無憂，但偏偏就鍾意同啲細嘅爭。有一次過時過節，有個客戶送咗個大生果籃嚟，裡面仲有一支酒，佢一見到就兩眼發光，一支箭就飆咗上前，二話不說就拆開咗個果籃，第一時間將支酒據為己有，跟住逐個生果又摸又聞，卒之拎咗4、5個貴價嘅生果，全部揀晒面頭嗰啲靚嘢。一般嚟講，放喺下面嗰層都係一啲冇咁值錢嘅下欄嘢，揀餘揀剩就叫其他同事去拎。遇到呢啲情況，我都係俾其他人揀晒先，意思拎一個走。佢仲有一樣嘢快，就係仆崩地去領功勞，要孭鑊嗰啲就龜縮唔見影，求其揾個人做替死鬼。奉旨過年唔會俾利是。有幾次我買股票有些少斬獲，就外賣咗啲甜品、糖水同埋西餅請同事食。因應每位同事嘅喜好唔同，所以我俾佢哋自己揀。佢隻衰嘢真識食，唔係成個餐牌最貴嗰啲佢都唔叫，着數攞到盡。平時自己都冇貢獻，如果係我就唔好意思食人哋啲嘢啦。真係一樣米養百種人，唔死100歲都有新聞聽，嗚呼哀哉。